哦，黃之晴背住男朋友暗搭孖引林海峰。報告新兵入伍，兵種步兵，代號新歡孖引林海峰。日日 keep 住食元朗市民健康法。知情小隊首個任務，小隊長收評。報告總部，新兵正如常執行任務。前日萬聖節晏晝喺灣仔等到知情小隊長收工，順利護送佢去失平。緊急狀況！緊急狀況！新兵同埋小隊長喺銅鑼灣即將走散。重複，佢哋即將走散。好彩最後都揾返，危機解除。任務繼續，甜蜜旋即升溫。行書局發送愛的電波 clear。撐台腳 clear。搭港鐵回程 clear。報告總部 mission complete。Thank you， 你嘅報告非常完整，不過我一啲都唔明。就係知情小隊長本來唔係已經有個拍拖3年嘅他條咩？仲好得未來外父歡心，有傳華哥之前想借喜事幫患血癌嘅老婆沖喜，所以成日催婚嘅。點解突然要收多個新兵？唔通有暗湧？呢個問題，知情小隊長匯報翻嚟，話同新兵只係 friend，嗰日夜晚都有搵男朋友宵夜，佢哋感情好好。報告完畢。預約堂為全港市民健康把關，日日 keep 住食，藥箱都變成首飾箱。快啲去萬寧買預約堂產品啦！